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6月2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64篇，约伯记18章第1节到21节，哥林多前书第1章18节到3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十字架的信息。上帝的救恩并不是人人都能够懂的，更不是每一个人所能够领受的。经常听到某些牧者或是基督徒说，只要你肯要，只要你敢要，上帝就一定给你。但是不然了但是事实上，神迹是上帝特别的赐予，不是普遍性的现象。人们要努力的尝试的了解上帝的旨意，才有可能够领受。当约伯遇到困境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，因此他跟他的好朋友们的对话都是在质疑疑问争论都在怀疑，也都不明白上帝的旨意。约伯记18章第1节到21节，约伯跟他的好朋友比勒达跟这个约伯之间的这个对话。书亚人比勒达又发言，约伯说：你少说话好吗？你静下来想想，我们才向你说话，你以为我们像牲畜吗？我们像禽兽一样蠢吗？你的岔怒伤害了你自己，难道大地会因为你的愤怒而荒凉吗？难道上帝要移动群山来满足你吗？邪恶人的光必要被熄灭，他的火焰不再燃烧，他的帐篷里的灯暗淡了，悬挂在上面的灯也要熄灭。他坚定的脚步开始摇摇晃晃，他是被自己的奸计所绊跌，他自己走进网罗，他的脚被缠住，圈套抓住了他的脚跟，机关擒获了他。地里埋着陷阱，他走过的路上张着罗网，恐怖从周围袭击他，步步紧跟随着他。他从前富有，如今挨饿，祸患老等着他的身边，致命的疾病侵蚀他的全身，他的四肢都腐烂了。他从安居的帐篷中被抛出来，被带到死亡的王面前。他的帐篷都用硫磺消毒之后，让别人住进去了。他下面的根枯干，他上面的枝叶凋零，地上没有人会记得他，他的名字被同胞遗忘。他要从人间被驱逐出去，从光明被赶入黑暗。他在本族中无子无孙，他的住处没有留下一人。西方人因听见他的命运而惊讶，东方人因知道他的遭遇而恐惧。这就是邪恶人的结局，这就是不敬畏上帝的人的下场。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也不是人人能够了解的。保罗就曾经提到说，有人认为十字架的救恩是愚蠢的，那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十字架的信息。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信息书信当中，哥林多前书第1章18节到31节，他这样子的提到，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信息，在那一些走向灭亡的人看起来是愚拙的，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来说却是上帝的大能。因为圣经说，我要摧毁聪明人的智慧，我要废除博学者的学问。那么聪明人在哪里呢？博学者在哪里呢？视障的雄辩家在哪里呢？上帝已经使这世界的智慧成为愚拙了，
上帝运用他的智慧，使世人不能够借着自己的智慧去认识他。相反的，上帝决定借着我们所传那愚拙的信息来拯救信他的人。犹太人要求神迹，希腊人要求寻求智慧，但我们却宣扬被钉十字架的基督。这信息在犹太人看起来是侮辱，在外邦人看起来是荒唐。可是在蒙上帝选召的人眼中，不管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，这信息是基督，它是上帝的大能，上帝的智慧。因为所谓上帝的愚拙总胜过人的智慧，所谓上帝的软弱也胜过人的坚强。弟兄姐妹们，要记得上帝呼召你们的时候，你们是处在哪一种情况当中。从人的观点看，你们很少是聪明的，很少是有能力的，很少是有高贵地位的。上帝偏要拣选世人所认为愚拙的，乃使聪明的人羞愧。上帝拣选世人所认为软弱的，让坚强的人羞愧。上帝也拣选世人所轻视的、厌恶的，认为不足轻重的，来推翻一项被认为重要的，使人在上帝面前无可夸口。然而上帝使你们得以跟基督耶稣联合，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，接着他，我们得以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，成为上帝圣洁的子民，并得到自由。正像圣经上说，谁要夸口，谁就该夸耀主的作为。人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啦，即便是经历了神迹医治，因为那也都只是上帝的慈爱、怜悯以及恩典。领受救恩，只能夸口上帝的作为与荣耀。诗篇64篇，上帝啊，求你垂听我的哀歌，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残暴，求你保护我不受作恶的暗算，不被阴险之徒陷害。他们磨快舌头，像刀剑一样的尖锐，像射箭一样发射恶毒的话。他们埋伏着要射杀无辜，突然发射，毫无顾忌。他们彼此怂恿，阴谋作恶。他们计划秘密的张设网罗。他们说，谁看得见我们呢？他们设谋造计，又说，我们的策划绝对精密，人的心意多么难测。但上帝用箭射他们，他们就突然受伤。他们要凭着他们的话来消灭他们。看见他们的人都摇头，大家都恐惧。他们诉说上帝的工作，思想他的作为。义人要投靠上帝，因为他喜乐。正直的人都要颂赞他。感谢主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恩典赐下给我们救恩。求主让我们能够有圣灵的智慧，明白十字架的信息，来归荣耀给上帝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